来看台东南回地区超龄医师池超斌9月中破病过身哦。伊在世时积极推动要去南回病院。总统赖清德今仔出席对书会颁保养令给家属，嘛肯定池医师一世人为偏乡的医疗奉献。伊嘛是台东部落出席，伫基美经服务20天，基美病院服务20天的医师高员，即嘛是来担任南回诊所的院长，继续来守护偏乡的医疗。 哇，你这个市值报表永远，你这个无药可就降不下来了。无药可救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颜值。拢是笑眯眯乐观面对，当年伫着南回偏乡医疗医师池超斌，伫中风了医院奔波伫偏乡做医生，这几年受感情之苦，9月伫厝内过身。总统赖清德参加对书会，颁发保养令肯定伊人生品质是一个典范。这股精神。 令我们非常感动，更吸引许许多多人追随他的脚步，投入偏乡医疗改善的行列。池超斌生前走从部落到偏乡居民厝内看病，佮筹备催生南回诊所，第2003年正式开播，用在地医疗做主要服务方向。第一过身了后，诊所院长会有共款出身大人伙伴部落个员医师来接任。我们诊所 的同仁，我们的居家护理师的同仁们，谢谢你们这群傻瓜，一直待在南回。那我很高兴加入你们当傻瓜了。最后，我要跟学长说一声，我来了。 个员医师讲，为113年在池超斌破病，伊就到南回诊所支援。过去伫基美病院工作20年，也承认内心真滚假。啊，毋过看到部落老大人交通不方便，经济足细致，显示居家医疗伫南回重要性，决定接手超人医师守护偏乡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